我係阿 Nick，係一位連鎖餐飲集團嘅倉庫主管。今日第一日返工，負責處理每日運送到全港分店嘅物資。邊度咁大咁多貨，點執先有效率啊？有冇方法更容易揾貨呢？每日有咁多物資入倉，點樣存放啊？每日咁多訂單，人手點處理得晒啊？點樣令同事工作安全啲呢？點先可以知道實時嘅庫存量呢？嚟到新環境習唔習慣啊？慣，梗係慣啦！喂，大劉經理啊，我知道咧好多公司發展緊新質生產力嘅，係透過創新科技啦、人才增值同埋環保去提供一個高質嘅服務。咁唔知道我哋倉庫用唔用到咧？梗係可以啦。其實我哋嘅冷凍倉庫已經用緊自動儲存同檢索系統，根據系統指示自動完成冷凍食品嘅出入倉。最近我哋同生產力局發展埋智能倉庫，成為香港餐飲集團使用智能倉庫先驅之一。成個倉庫採用咗自主移動機械人，佢哋根據系統指示同 QR Code 路徑，自動完成出入倉，然後將貨品送去工作站，方便員工按訂單執貨。另外，生產力局仲結合埋物聯網同 AI 嘅技術。呢個我聽過喎，系統咧有即時數據啦，仲有 AI 做分析，可以提升倉存管理效率。係啊，而家幾個鐘就可以處理超過300間分店嘅訂單。哇！呢個智能倉庫咧真係好犀利，啱晒我哋香港呢啲咁講求效益嘅地方。我都要俾啲信心，帶領團隊做得更好。好。